大家好，我係余波啊。MSX125，哇！呢部車我真係好耐冇揸。最近呢，我就幫朋友試緊部 M 仔，我亦都對住佢，都有啲時間噶啦。不過今日揸 M 仔呢，就唔係想講 M 仔。最近喺 Threads 上面有一個 post 啊，一個好值得探討嘅話題，就係究竟學車應該戴開面定係戴全罩式頭盔好？呢啲話題永遠都會引起世界大戰嘅。我有時間返鋪頭，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嘅見解，亦都俾少少嘅概念新手們，你哋學車應該點樣選擇一頂適合你嘅頭盔，同埋你有啲乜嘢係要注意，仲有啲咩你係遺忘咗，從來都冇諗過嘅 point 呢？當然仲會同大家討論一下一啲歷史遺留落嚟觀念上嘅嘢，究竟我又點睇？今日我約咗阿昌喺鋪頭，就即管同大家講下呢個開面全罩式頭盔，新牌學車大比拼，其實都唔係大比拼嘅，都係講下兩者嘅論點啫。咁我哋入到鋪頭拎起啲頭盔，再同大家分享。首先同大家幫啲頭盔做分類同定位先。學車頭盔主要分為兩種，一種咧叫做開面式頭盔，又叫做 open face。第二種咧就叫做 full face 頭盔，我哋又叫做全罩式頭盔。其實頭盔嘅款式仲分好多類型嘅，主要係呢兩大類。其他類型嘅包括一啲叫複合式頭盔、越野頭盔，我哋有下巴固定住喺個頭盔上面嘅，一律都叫做全罩式開面頭盔。可以係一般嘅開面頭盔啦，復古頭盔啦，打開下面呢度空溜溜嘅就叫做半罩式。講解呢兩種頭盔之前呢，先同呢度嘅人做少少訪問，究竟佢哋當年學車係用咩類型嘅頭盔啦？當初學車嘅時候係用開面頭盔定係全罩式頭盔？全罩式頭盔型啲啦，安全感大啲啦，中意嗰種包覆感。我唔係好中意太鬆泡泡嘅感覺。建議佢買 open face 定係 full face 啊？視乎實際狀況咯。如果佢喺學牌考到學牌之後，有可能會出部車去一啲街道做練習嘅話，我哋都會建議用翻 full face 嘅。我可唔可以將你歸類為 full face 派？可以。你呢？知你拍嘢，我嗰時係買 full face 啊，我覺得咁樣安全啲，下邊空溜溜唔係咁舒服。如果新牌嚟講，我覺得真係 full face 好啲，因為其實藍寶佢會唔會練習緊嘅時候會跌車又好，乜都好，即係唔小心撞到就好痛㗎啦。full face 派，叮叮有多個。open face。full face 好似太專業咯，咁但係我傻仔咁啊嘛，唔可以一嚟用咁專業咯。佢想問你用 full face 定係用 open face， 你會推薦佢用邊一隻？依家會用 full face，因為一步到位。full face 貪型咯，覺得安全啲咯。學車頭盔用邊款好？一定係 open face。考慮到學車嗰個時間啊、長度咧，而家香港太焗啦。open face 就視野啊、透氣度啊，能夠令到你更加專心去學車咯，所以我會比較推介 open face。full face 頭盔應該真係安全性為主咯，嗰陣時即係驚有乜醫喐嘅話，咁啊保護性會好啲。我覺得應該都係 full face 行先，係啊，即係就算佢之後會學埋出車又好，或者係自己 keep 唔 keep 住用，我都係上安全性係為先。經過簡單嘅訪問呢，兩者都有唔同嘅論點去表達自己點解會揀 full face 定係 open face，而呢啲論點呢，喺網上面呢係拗餐死咁滯㗎。雖然呢呢度嘅人大部分都係揀 full face， 但係兩者都有各有優處同埋劣點㗎喎。Open face、full face 兩款頭盔就喺齊度啦。喺網上面或者各位揸電單車嘅人咧，都有兩種嘅論點啦。第一種安全性嘅比較，根據其他國家嘅調查報告咧，電單車發生意外最高機率發生意外嘅身體部位就係下巴。全罩式頭盔下面有下巴保護住你嘅頭部㗎，安全性一定係最高㗎。無論你係跌車、俾人撞或者任何嘅事，頭部第一下落地，第一下都可以保護到你嘅下巴。開面頭盔就冇呢一個好處啦，一跌嘅話，你嘅下巴同牙齒呢，第一下就會捽落地。曾經收過一個觀眾嘅 PM 呢，就係佢學車嘅時候，佢冇自炒過，但係俾人撞，就係後面嗰位師兄咧唔小心大有衝上前撞到佢，然後佢第一時間下巴跌落地，甩咗兩隻牙。所以學車嘅時候咧，大家都要着重自己嘅安全性。第二個論點咧就係舒適性問題啦。冇錯 ，open face 嘅頭盔咧，下面呢度係會通爽好多噶。尤其是咧學車慢車嘅時候，俾太陽曬住，冇山風撞啦，下巴對外有少少風吹入嚟咧，個感覺係會冇咁局促，同埋令到你個人可以有精神地集中一啲嘅。反而戴全罩式頭盔咧，
真係唔好意思啦，係超級無敵焗㗎。就算你開晒所有嘅導風口都好，冇山風吹入嚟，個頭咧就喺入面度焗住，然後你會不斷出汗啦。可能你個頭嘅溫度會好高，令到你集中唔到精神，專注力唔好。尤其是你哋學車咧，一學就2-3個鐘頭咁學咧，你哋好快就要除低個頭盔唞唞，然後你哋會覺得好辛苦咯。所以啱先喺訪問入面咧，係會有人支持用 Open Face，就係咁嘅原因啦。第三，視野問題，大家留意翻個風鏡大小。我哋戴咗頭盔之後，有下巴嘅頭盔視線係會被遮擋㗎，即係我哋向下望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揼低個頭。左右望嘅視野就一定要擰頭，我哋先會望到大後方或者左右方嘅位置。Open Face 咧，視野好開闊，就算佢成個風鏡打開嘅角度咧，喺唔使喐頭嘅情況下咧，你都可以睇到我2隻手指嘅。第4個論點，重量問題。一般 Open Face 嘅頭盔重量大概係800去到1200 gram 左右。而 Full Face 頭盔動輒1300 gram 以上，唔好睇少呢度500 gram，足以令到你1-2個鐘頭學車，你條頸攰唔攰？頭盔越輕唔等於安全性越差，考究佢嘅物料厚度入面個舒適性係點樣？當然視乎有啲頭盔嘅設計冇睇，可能覆蓋性大啲，可能會有多啲物料就會相對重一啲。越輕就梗係越舒服啦。大家平時見到我帶住咁多裝備喺度，其實我頂頭盔係好重㗎，條頸會好辛苦。當你選擇好 Full Face 定 Open Face 之後，仲有一啲買頭盔嘅小細節你要留意喎。第一件事，戴眼鏡嘅人頭盔必須要有眼鏡槽，唔係頂頭盔都有眼鏡槽嘅。唔戴眼鏡冇所謂，是但笠到落去就得啦。第二，頭盔梗係要 fit size 啦，fit size 咧就自然要揾店員同你試戴。戴咗上去之後咧，鬆緊要正確啦，唔可以過緊啦。過緊嘅話咧，佢會逼住你嘅太陽穴咧，你一路揸車會一路頭痛。過鬆嘅頭盔一路揸車有風吹埋嚟嘅時候，頂頭盔會 shake 會喐，甚至當你發生意外頭跌落地嘅時候咧，你個頭盔會有機會甩出嚟。頭盔帶扣、雙 D 扣定係快拆式都冇所謂，因為呢兩種頭盔安全扣咧，都係經過到安全認證嘅，唔使太擔心。雖然有好多人都覺得雙 D 扣係最完美、最有安全性嘅保護啦，但係其實快拆式都唔係咁差嘅。咁當然呢一啲嘅配置會好影響到頭盔價錢啊，或者你嗰個頭盔品牌本身係點樣定位嗰頂頭盔咯。另外有啲人成日都問頭盔有太陽鏡用唔用得着？其實學車嘅時候我都覺得用得着㗎。有時大家喺路試練習嘅時候啊，有太陽日光曬呢，係可以開太陽鏡俾自己用㗎，亦都會令到你揸車舒服一啲啦。至於學車應唔應該用有色鏡片，我自己就唔係咁建議嘅。有色鏡片會令到你眼睛同真實顏色嘅色彩表現咧係會有啲差距嘅。如果你新手個專注力未必咁好嘅時候咧，你用有色鏡片咧可能會令到你有啲嘢睇得冇咁清楚。我建議大家用透明鏡。藍牙耳機嘅問題，喺你學車嘅時候有一啲坊間嘅師傅咧係會用藍牙耳機同你進行溝通㗎。咁如果嗰個師傅係有用，而你又覺得用藍牙耳機做教學係 OK 咧，你哋都可以裝。但是喺考車嘅時候，你必須要將你嘅藍牙耳機裝置除落嚟。考試期間有人通訊同通水係唔得嘅呢件事。另外有人亦都會問，帶住 Sport Cam 即係所謂嘅車 cam 進行考試，考試途中不能錄影，係啦，呢啲裝置都係唔帶得㗎。咁大家要留意咯喎。接下嚟呢，就要講一個世界大戰一定會討論嘅問題。唔知阿昌你有冇聽過呢個番説話呢？考試嘅時候最好唔好戴一頂咁多色彩嘅拉花頭盔，如果唔係咧，會俾考試官肥你。嚇！你有冇聽過呢番説話？坊間傳説嚟嗰啲只係以前90年代我唔知，但依家咧啲阿 Sir 係唔會因為你嗰頂頭盔花哩花碌啦，或者買咗頂6-7千蚊嘅頭盔然後肥你咯，因為頭盔嘅定價價值同拉花咧唔係考試範圍一部分咯。會唔會有觀感嘅問題就真係我認為唔會咯。阿 Sir 都係着重睇你路試表現嘅啫。我攞頂 H15去學車得唔得？得，我覺得係冇問題㗎。鏡片最好透明，同埋啱先嗰啲裝置唔好安裝上去就得啦。有啲人學車嘅頭盔咧就會買一頂4、5、6、7千蚊。我點睇？頭盔平貴，除咗係品牌效應、安全性同等級之外咧，你有錢你亦都可以戴，但係你要留意翻，有一啲好貴嘅頭盔係屬於賽道級頭盔。賽道級頭盔有幾個共通點㗎？你諗得出啊？賽道級頭盔嘅共通點一定唔會播你舒服先啦。冇錯，賽道級嘅頭盔咧有幾個特徵嘅。
就係你塊面會非常夾到你個面出都係咁樣擠出嚟嘅。當你戴得耐嘅時候咧，你呢度係會痹嘅。落場級嘅頭盔多數通風唔會舒服得去邊，呢一啲頭盔鏡片嘅視野唔會好廣闊，視乎頭盔而定，但一般嚟講都唔會闊㗎。你哋認為你接受到呢一種辛苦啊？戴呢啲頭盔學車完全冇問題，都唔需要因為有人戴一頂6、7千蚊嘅頭盔，然後覺得自卑。始終學車嘅世界咧，大家都係為咗考牌啫。有方法考到牌咧，咁就 OK 㗎啦。我覺得分分鐘學緊車嗰啲都唔知嗰啲頭盔打邊啲頭盔嘅。係啊，其實大家即係好似我第一次買頭盔，我都唔知嗰啲牌子有咩分別。我哋呢啲揸開車嘅行出街就會見到，哇！使唔使啊？6、7千蚊買頂頭盔嚟學車咁樣。我哋揸開電單車嘅人有句説話：你認為你個頭值幾多錢，你就買一頂幾多錢嘅頭盔。呢個論點我部分認同，因為頭盔嘅安全性其實係建基於頭盔安全認證標準啦。而有一啲頭盔好出名啦，或者係特製拉花、車手花、獨特嘅物料係可以令到嗰頂頭盔嘅價錢會好貴嘅。我哋嘅原則上面咧，嗰頂頭盔必須要有 DOT 嘅認證，但是如果你有去到 ECE，甚至有 FIM 認證嘅，咁就更好啦。喺學車嘅過程入面咧，大家係一定會跌車，無論係自己跌又好，俾人撞又好，你啲頭盔係必定會花嘅。當年我學車咧，我係用 full face 嘅，因為我着重安全性為主。我認為喺學車嘅時候，大家嘅跌跌碰碰係最多㗎，尤其是做得 YouTube 內收到好多觀眾嘅 PM，點樣喺學院俾人撞，點樣唔關自己事，或者點樣自炒水馬瞓喺度，或者喺沙田學院個斜路8字炒完部車喺個欄杆度，有人咧就喺地下度，太多呢啲事發生啦。所以好好保護到你嘅頭部係最重要。下巴一冚落地冇咗幾隻牙咧，咁就一世㗎啦。我係屬於叫做艱苦式學習嗰啲人，越係學車嘅時候，你應該越去辛苦去面對呢件事，訓練你嘅集中力、專注力。視野唔好，多啲擰頭啊！做好晒所有嘅動作，出到去揸車，你仲有更加多辛苦嘅事情發生。好多人問我點睇，我必定係支持 full face 派。就算我依家出街揸車都好，我大部分時間都係戴住全罩式頭盔。上面有位同事講得啱，香港天氣真係好熱好焗嘅，大家真係要想揸車舒服，你哋可能就要捨棄一啲安全性。市場上亦都有一啲叫做下揭式頭盔，係可以將頭盔下巴揭上嚟，當 open face 咁用嘅時候吸翻落嚟，但係呢啲頭盔嘅缺點咧就會好重啦，重心好高，有時你開咗面之後咧，嗰頂頭盔俾風吹咧係會有機會左搖右擺，長期條頸都會好攰咯。講咗咁多啊，唔知大家點睇啦？總結一句，買頭盔最緊要啱尺寸，唔啱尺寸咧，我啱先上面講嗰啲嘢咧，全部都係廢話嚟㗎。聽完我講咁多論點，唔知大家當年學車係用 full face 定係 open face 咧？如果有一日你有一個朋友問你呢條問題，你又會推薦佢用邊啲呢？我都好想知道究竟有多啲人係撐 full face 定係 open face 嘅。唔知有啲咩論點係我啱先冇講到嘅呢？即管喺留言區度話聲俾我知，我會親自回應你嘅問題。最後，各位學緊車嘅你睇緊呢條片，想買頭盔嘅話，歡迎嚟到太子達72號地下鐵嘅部品，呢度有唔同嘅頭盔俾你選擇，有平有貴，有學車啱用，有一個打天下嘅頭盔俾大家揀。呢度長期都有學車優惠套裝俾大家，歡迎過嚟睇頭盔。希望呢條片嘅資訊幫到大家啦。今日呢條突發嘅影片去到咁多，下次有啲咩新手小知識嘅嘢再分享俾大家聽。仲有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 like 個 Facebook page 同 follow Instagram，睇下大家有啲咩 topic 再想睇就留言話俾我知啦。下條片再見，拜拜。